博瑞華德福係一間我好有信心嘅學校，因為我認識佢嘅創辦人啦，咁認識咗一段嘅時間，咁我知道佢喺教佢嘅小朋友方面，佢都好用心去做，所以我相信佢去創辦呢個學校之後咧，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可靠嘅地方。佢之前喺主流嘅學校度學習嘅，咁有一啲嘅課程要跟從啦，咁而最終都有一啲嘅係期望所有嘅成品去出現嘅，咁而博瑞華德福呢一度佢係可以有一個空間俾小朋友去發揮，佢係按住小朋友嗰個嘅情況去有唔同嘅發展嘅步伐。呢一度嘅上課嘅模式咧，佢哋係都係好 close 嘅，好親密嘅。小朋友之間除咗上課嘅時候會一齊，佢哋小息或者係其他嘅時間都會一齊去做一啲嘢嘅，譬如一齊去整嘢食啊，或者去到戶外課嘅時候一齊去掘一個窿啊，係啦，或者去一齊去推一架車啊，即係有陣時係某幾個小朋友推一個，然後又調翻轉一個大哥哥推另外一啲小朋友，佢哋有好多呢啲咁嘅互動，或者係自己組合嘅一啲嘅玩意，咁佢就可以有好多機會去同小朋友去有好多相交交流嘅時間。可能傳統嘅學校嗰啲空間好多都係為咗課堂嘅設計去設立嘅，無論係課室嘅樣子啊、教具啊，或者係校園每一個角落，好多都係已經設定好嘅東西。咁小朋友就跟住指引去做啦，咁樣。咁而呢一度咧，其實佢就會佈置啊，環境都好似一個家嘅感覺。小朋友就可以放鬆心情咁去按住自己佢嘅能力啊、喜好去發揮，咁就會有啲即係按住佢哋個喜好能力去發生嘅一啲小遊戲咯。深深，我個仔佢有時攞返嚟嘅藝術作品啦，或者係每一次家長老師嗰個家長會啦，去同我分享返深深嘅作品嘅時候，我都見到佢嘅作品係有溫度嘅。尤其是嗰啲嘅濕水彩嘅作品，佢以前啦主流學校嘅作品咧，都係有一啲嘅指引啦、啲框架去跟啦，咁就係多數都係展現技巧嘅。咁而呢一度嘅作品咧，佢哋係會有小朋友內心嘅抒發嘅一啲嘅作品。咁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啱啱我上一次嚟去參加一個活動，我經過一個展示作品嘅一埲牆啦，我其實一望一眼，我已經對某一張作品係有感覺㗎啦。咁但係我就冇詳細去問究竟係邊個做嘅，或者係冇仔細去睇究竟嗰幅畫究竟係邊個畫嘅。咁但係我就認到嗰幅畫有啲感覺啦咁樣。咁完咗活動之後咧，咁再同老師討論嘅時候，原來嗰幅畫就係深深畫㗎啦。佢哋有唔少嘅活動都係即係一連串去一步一步去做嘅。咁呢一個就係而家啲即係譬如我啦，我自己嘅屋企嗰個節奏有時都做唔到嘅，即係忙嘅時候東做西做，咁小朋友都未必可以掌握到每一日嘅流程究竟係要點，有邊啲必須要做嘅事情。咁所以以前佢去執拾自己個人用品啦，去照顧自己生活方面咧，佢都有啲甩漏嘅。咁我相信喺呢一度經歷過1年多佢嘅日常嘅訓練，即係每一日返課室之前有一啲嘅清潔啊、預備啊，佢哋上整嘢食嘅課嘅時候，佢哋有啲嘅預備啊、製作啊、清理啊，咁呢啲嘅步伐咧，咁佢返到嚟嘅時候，對於佢去整理佢個人嘅東西，
不管係洗衫、晾衫、摺衫，或者係佢食完嘢之後要收拾台面嘅事情咧嘅步驟咧，佢而家都已經好純熟啦，好樂意去做啦。每個小朋友都需要認識自己先認識自己，再去貢獻自己，再去同人相交。咁呢一度係俾到小朋友一個空間去了解下佢自己，係啦。不管係佢能夠做到嘅事情，佢就會知道我做到啦。如果係做唔到嘅話，老師都好包容，係啦，同學都好鼓勵，咁樣佢就可以有個空間俾佢，我遲啲做到啦咁佢就可以按住佢個節奏去成長啦。小朋友未來嘅挑戰，佢哋嘅未來可能係10年或者10幾年嘅事，即係當佢哋成為大人嘅時候，咁呢一樣係我哋做父母嘅都未必預計到，或者可以知道佢哋係一定係同而家唔同。咁佢如何可以去裝備佢去面對將來嘅挑戰，即係啦，面對將來嘅社會咧，就係要靠佢自己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就係好希望小朋友可以有個強壯嘅身心靈啦，不管係身體方面可以有均衡嘅飲食，係啦，呢一度我見到係可以做到，小朋友越嚟越鍾意食嘢啦，係啦，因為老師會即係同學之間就會分享食物啊，但係你見到我食嘅嘢唔同，我見到你食嘅嘢唔同，同埋最重要嘅佢哋會一齊整嘢食。佢知道食物得來不易嘅時候，佢又會非常之珍惜。佢而家好多時都會將上堂食唔晒嘅嘢都打包返屋企，佢又繼續食。有陣時我以為佢會請我食，原來佢係自己已經食咗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啱佢呢個時間係成長期啦，12歲，所以佢就食得比較多。我覺得佢呢幾年喺呢一度去成長係一個好好嘅機會。佢而家越嚟越強壯，加埋佢我哋呢度有星期5有一整日去戶外嘅活動，呢一樣嘢係主流學校係冇嘅。咁佢係可以，佢以前都係耐力麻麻地嘅，咁佢而家就可以我冇再聽佢返嚟就喺度呻話好攰啊咁樣啦。佢就可以喺星期5嘅時候可以完成到佢戶外嘅活動，亦都見到佢有爬樹啊，同同學玩啊，甚至係農耕嘅時候佢都參與好多，咁佢就好強壯啦。咁呢一樣嘢就係將來小朋友佢哋要去照顧自己嘅生活，可能社會上有好多資源係得來好容易，但係回歸去基本步就係做一個人嘅生活，就係去飲食、去休息、去有一個強壯嘅身體，呢個係好基本，我覺得呢一度可以俾到小朋友嘅東西。好多時都會考慮到就係點樣銜接中學啊，點樣銜接主流啊，當佢大個點樣係啦，同社會點樣接軌啊咁樣。我覺得呢一個所謂嘅接軌呢個軌跡係大部分人嘅軌跡，或者係以前嘅人行出嚟嘅軌跡。但係同時其實我嘅小朋友都可以行出佢自己嘅軌跡，因為每個人都唔同嘅。咁佢可能就真係可以行一條特別嘅路，去到佢最高嘅位置咯。咁呢個位置係同其他人冇得相比嘅，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我對我自己同埋我小朋友嘅信心，佢一定有一個適合佢嘅舞台。而家可能嗰條路就係行一步走一步，然後再去觀察佢嘅可能性。咁要承諾嘅就係做媽媽嘅就要陪住佢成長啦，同埋去揀一個可靠嘅地方俾佢成長，就係博瑞華德福啦。